繼續來看上山千里前的專題，也被記者睇土山山腳下，發現有一隻個獨色的客家莊，屋嘅總區係用泥磚起嘅，一片的居民還係過來從台灣50年前的農業生活，不過本單前過3年的莊頭也同樣有大家現曬出去的問題，更加能存到8過3年呢。向下來看一群屬土山國王必有的行業，用嚟睇去外勞的環境下。還係唔艱苦、唔懵本，過嫩輕都市的農村生活。個豬啊，今日唔生活喎，上家呢啦。泥磚屋樹屬牛啲嘅牛溫約掹結條路。夫妻種牛嘅阿公看到一日到大馬上街當口嘅同人上家門。嚟往來啊？台灣。台灣啊？係台灣。哎呀，啱人來啊？係啊。小王有空喎？嚇？新生國王。哦，小王有空喎？係。哦，家接撈你好。啲土山山腳下嘅古沙村，有大批嘅人家家戶戶出拜王爺。單單就係對河婆細過來嘅客家移民，老時嘅泥磚屋有50年嘅歷史，佢哋2代人。有冇係有乜解做嘅呀？泥磚啊！知唔知看過？咩人？阿婆一台人做嘅。係咪泥磚？係呢台人做嘅。有冇家自家啦？開擔啊，開石頭自家做，自家打磚啊。有條日日都做啊。苦啊！這個切在上面啊！總理度嘅神法董建達，國度嘅波敗未董熟嘅，因為看起來係有地位領袖，又係有效嘅壓一道，幾名嘅神法做得講對嘅自家種族都來說，係每次劈柴小潮做飯，一條出來就出門做事，一條落山就專業嘅食法。能要種先就種番台、種地台、種生菜、種禾、種番薯，全咁噶喂，冇乜嘅。養豬啦，主要養豬種田啦，種果子啊，大部分都賣河婆去啦。河婆大概春樽啊，你嘅冬棍滿些都唔到幾多錢，耕田賺係麻錢多，耕田賺唔到錢。係自家種自家食。就係因為落唔到來說，停電太了東家嘅發展，當到後生人離開故鄉去都市打拼，本單前過沙嘅總頭存到8過沙，一片一有掹幾多年曬照嘅問題。人哋要1000個人咯，曬咗好冇曬好，啲仲冇乜人啦。有就要錢曬，佢哋隨時做，冇錢就做打理有問題。土山下嘅客家莊，一下傳到窮路路嘅老屋嘅同路民家，一條口氣要起下嘅居民，啲安健善嘅環境下，行嘅唔驚食苦唔懵本，東獨世地古典鄉野食法，基礎啲三山國王嘅福音下，古典無老兒上長同安然地球嘅人哋，客家新聞彭金樂、齊比玲共同採訪報道。